媽閣廟凌晨發生火警，廟內嘅正殿被嚴重燒毀。消防初步懷疑係殿內嘅燈飾電線短路引致。事件中冇人受傷。文化局話受火警影響，正殿暫停開放，直至另行通知。消防出動雲梯灑水降溫。媽閣廟內嘅正殿被燒至燻黑燒毀，好大濃煙一直攻上嚟，跟住着晒火燭咯，入邊冰冰白藍咁樣，係咁彈啲石仔啊嗰啲落嚟咯。係啊，應該燒到嗰啲唔知爆晒。跟住阿叔話有炮仗喺入邊，都唔會好驚嗰度。本身因為佢唔會涉及到鄰居啊嘛，驚鄰居啊，驚電線啊啲咁嘅嘢啫嘛。佢而家佢獨立佢咧，佢消防會處理㗎啦嗰啲嘢。凌晨5點幾，消防接報媽閣廟發生火警。消防話火場面積大約800平方尺。初步懷疑係殿內神壇上面嘅轉運燈電線短路引致。據了解，事發嘅時候殿入邊冇供奉香火，而受火警影響，殿內被燒至燻黑。燒毀咗一個媽閣廟嘅其中一個建築物裏邊咧嘅一個廟宇咧，入邊係燒毀咗嘅。咁係燒毀咗一啲牌匾啊，一啲神台啊，一啲傢俬嘅。呢個媽閣廟咧係有呢個管理人員咧係24小時喺現場嗰度駐守嘅。咁呢次火警亦都係廟宇裏邊嘅管理人員發現，然之後咧佢嘗試去撲救呢個火警，係撲滅唔到咧，去報警咧，咁我哋即刻就到場啦。消防話已經通知文化局、旅遊局同埋公務局人員到場跟進處理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。